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台地宫监视器的备案有上新的进展。市长周万安讲，已经请相关的局处来研究，准备要来解读掉106年郭文特任内所签订的2200块汇率的主合约，嘛会彻底来调查是毋是有内鬼伫个市府咧操弄。另外，台北市政府讲，找无当时这个郭文特签约的会面的记录，这个书面的记录，黄珊珊是来反呛，讲所有的记录应该拢要搁地理，可能是周万安故意无想要找到。这题卡甲真大下，监视器预算案，周万安、郭文特已经大战300回合，即马周万安要重新夺回主控权。我已经要求法务局相关单位即刻启动解除106年柯师傅所签订的专案费率合约。歌规不再涨税，主合约费率2200这个高水位有可能回到无约安尼口桥计效，不过。国民党又搁讲，歌市府当初签订合约，不是方准30档，是根本就找无。台北市政府跟我讲说，报告议员万安市长最近也很关心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们找了1个礼拜，真的找不到相关的计算记录跟这个核定的过程。台北市政府所有的记录应该都在，所以他找不到，是他不想找到，还是刻意找不到？从1个协约变成47个协约，预算金额从300万来到了5亿6千万。如果他很可恶，为什么你任内8年没有跟他解约，你反而跟他签更多的合约？民进党议员讲，郭文特甲台地宫合约，逐年签搁加钱。会不会觉得柯文哲是刻意留下一颗定时炸弹给你？我想，我们上任至今到现在，我们接手很多案子啊，我们当然就是好好的面对。确实接未少案，包括大巨蛋也有公安的顾虑。副市长李树川嘛，将伫这礼拜会到监察院接受约询。我跟你讲，简单的事我早就做掉，哪里轮到你李世川了？简单的是任内政绩，若困难的就变成市政的现象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